雪中悍刀行作为十分热门的玄幻仙侠作品，在影视化后口碑直接崩了盘，因为武打戏部分的各种慢镜头被不少的朋友调侃为雪中慢刀行。可以说这次剧集的动作指导必须要背上这个锅了。那么雪中悍刀行第二季的制作该如何拍才能被大家接受呢？对于第二季中的演员人选，观众们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雪中第二季的那些事儿。其实看过第一季作品的朋友也应该明确的感觉到作品的缺点，虽然说在整体的画面、特效等制作上，雪中还是可圈可点的，但一到了武打戏的部分，那缓慢的镜头可以说是让人直接恨得牙痒痒，即便是开了2倍速也救不回来。如果真正的战斗是这样的慢动作呀，怕是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。所以首先剧迷最为期待改变的一个地方，那就是请求雪中的导演找一个靠谱的武术指导，而不是要用慢镜头才能够呈现出所谓的武侠效果。从故事的开篇中，南宫普叶对于几个追兵就是很缓慢的拔刀，转了一圈后，那些人全部都倒地了。相信不少的朋友在看到这一幕后啊，心中都默默的问候了一下导演。在之前国内的武装武侠剧为何那么受到大家的喜爱，其中之一就是因为打戏的精彩。如果雪中第二季的打斗戏能够做到小李飞刀天下第一这样，恐怕想不让大家喜欢都不可能。所以第二季中武打戏部分是大家最为关注的。如果导演依旧改不了这些慢动作，可能这个系列的电视剧就真的是救不回来了。而其次才是大家所期待的演员的选择。在《雪中悍刀行》第一季的演员选择上，大多数还都是很靠谱的。作为男主的张若昀，前期演绎出了徐凤年的那种纨绔的感觉，骨子中也带有一些孤傲和暖意。在老黄身死后，甚至感觉他一瞬间就长大了，可以说还是很契合徐凤年这个人物的形象的。而最出彩的一位就是徐凤年身边的丫鬟青鸟了。作为演员的丁孝莹，很好的演绎出了青鸟那英姿飒爽的味道，甚至衍生出了杀世子夺青鸟这个梗，足以看出大家对于丁孝莹的喜爱。另外还有何中华饰演的邓太阿、胡军饰演的徐骁，以及李淳罡的扮演者邱心志等，都成为了大家所喜爱的演员。他们将自身的人物演绎的同样很出彩，所以即便是选择第一季的原班人马，也依旧会受到剧迷的追捧。不过更为重要的是，在第二季中出现那些新人物演员的选择。从剧版《雪中》的结尾来看，故事已经到了洪喜相齐鹤下江南，以及徐凤年孤身入北莽的剧情之中了。作为主线的依旧是徐凤年的故事。在北莽之行中，徐凤年所遇到的人物会更多，其中会出现洛阳、龙树圣僧、李当心、黄龙士、拓跋菩萨等人，这些角色的热度同样非常的高，在演员的选取上也需要多费心一些了。而对于洛阳的演员是呼声最高的，不少人都表示啊，由李冰冰来出演最为合适。对于龙树圣僧啊，由本昌老爷子在《少年歌行》中就已经用形象和演技告诉了大家他跟这个角色的契合程度。当然这也只是大家的一些各自讨论罢了，只要让演员从形象和演技上能够符合角色本身就可以了。希望第二季的那些新角色会让作品更为出彩一些吧。雪中悍刀行第二季需要弥补第一季中的哪些不足呢？其次就是剧情方面了。第一季的故事制作中，为了作品的过审以及时长的压缩，删改掉了不少的精彩情节，以及在时间线上面做出了一些的调整。比如徐凤年击杀寒雕寺，并不是他从武帝城向回走的时候，带着自己的姐姐和弟弟围剿寒雕寺，而是在他北莽之行的时候。虽然这些故事的提前并不会影响后面剧情的发展，却也有些偏离原著的主题。似乎在第一季中，徐凤年的第二次游历仅仅是为了寻找自己母亲的死因，然后找到那些仇人的名单而已。对于徐凤年本身的成长啊，是埋没了不少。如果按照这个剧情继续下去，恐怕第二季徐凤年进入北莽之中，依旧只是为了调查他母亲吴素的死，而并非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来守护北凉，格局上面就小了很多了。所以在第二季中，徐凤年对于吴素死因的调查完全可以作为支线，主要的还是讲述徐凤年一路上的成长，心境不断的变化，真正的成为可以担当一面的北凉王，而不是一个只想为吴素和老黄报仇的傻小子。当然更为重要的一个情节，那就是徐凤年在敦煌城中吃红薯的那段了，这可以说是他北莽之行的高潮部分呐。希望编剧不要不识好歹，尽量拍好点儿。而到如今为止啊，雪中第二季依旧是遥遥无期，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跟大家正式见面还不得而知。但希望制作拖得越久啊，它最终呈现出来的也就越精良吧，不要再辜负大家对于它的期待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有什么观点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留言互动。最后走之前不要忘记关注乐风啊。